如果你有幾個小朋友，又要興趣班，又要補習，仲要夾兄弟姊妹嘅時間呢，咁你就會明時間表唔係難做，而係難夾。好多家長呢，最後就會變成人肉 schedule 啦，每日趕時間趕到崩潰。其實可以試下呢，用 AI 幫你做一件更加實際嘅嘢，就係幫你夾時間啦。你可以咁樣同 AI 講啊，我有2個小朋友，幾點放學，各自有咩興趣班同補習，要留休息時間，同埋避免撞時間喎。幫我整一個可行嘅 weekly timetable，咁咧 AI 咧就會幫你自動俾開撞時間，平衡讀書、活動同埋休息，仲可以一次過咧試幾個版本俾你揀。但最重要嘅係你可以同小朋友一齊睇、一齊改，咁就由家長安排晒咧，變成大家一齊決定點樣用啲時間。當然啦 ，AI 唔會幫你100% 完美安排你嘅人生，但係可以幫你減少80% 嘅試錯咯。如果你而家咧喺度為你嘅時間表頭痛咧，你都可以試下問下 AI 做你嘅助手。